着要来感谢咱所有的观众朋友，你的热情甲着支持。透过秀台语这个节目吼，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比创意。节目呢，若是要来找找咯，第二季这练喙火歌手，更加希望咱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爱台语、讲台语，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生活的智慧，以及呢别人的水气。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大家来参与，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继续来发展，代代来相传。Talk 秀台语，全民练嘴花，耶！咱首先来邀请到咱的评审长，有请顺哥。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以及咱的老师吴秀荣老师。你好。今仔日这选手已经像骹尾、手尾煞好在，准备要来点功夫，要大家知。对。今日要来考验什么？对，所以咱这个单元叫做编故事顶口艺。编故事顶口艺，由评审长抽题目，两队的选手随便故事对决，观众听了才投票选出喜意的队伍，票数较多，迄队就赢咯。这个选队员非常的重要，所以讲拄则呢，我趁你休困的时间将你背的这个背字拢提到我好过啊，有个背字啊，来头一个不诋毁小姐，破我声啊鼓励一下。好，会。第二个来威德兄，来，第三位德明兄，第四位咱的队长，好不好？好，四位，安尼多好啊！这四位啊，哎呀，我今日四位做我这组太嘛，这组这边无你的代志，你当过来。阿雄诶，你是咧找无厝哦？好来，这个拢跟好啊，跟好啊吼。好来，这题什么题目？这个是什么人写的？柯浩顺。把你的愿望写出来。罗文老师在演那讲，就是无穿衫、无穿裤，四界走安尼，足长的。我是头壳去讲到呀，爱讲这长哦。柯浩顺无穿衫、无穿裤，顶礼拜四伫台大这个学校内底拿一个仙女棒，仙女棒的是。我就派这位啦。你唔通看不诋毁无去哦，因那兄叫不敌哥。有这个代志。第一边有，这边咧。阮就该顺格，会当用顺格来写故事吼，是一件真伟大的。较尊重咧吼，尽量形容哦，较好看咧。好，过来，这摆两边拢有，这摆搁一题啊吼。刘秀卿考主卖这个白药卵，伫18年前车站穿着这个辣妹装啦，就是洋装。嘿，什么人会讲刘秀卿？我看吼，来咱你哦，哇，要讲我呢，我天后呢，这代志是安尼啦。你要听一首歌叫《Say You Say Me》哦，《Say You Say Me》，这些事情都 say 好了。这当讲哦，喂，这当讲哦。我来调一个，你麻烦等一下。爱听评审长的，爱听评审长的。好，生，我这边派出咱的生，对，我想晓嘛，所以就让我来。吼，生险啊，生险。好来，一边咧大头队。我来。哎呦，我是讲大头，我冇讲长头啊。其实你的头嘛，未必我这我样。嘛大头，我拢买无啊。好，搁一题。三条。黄和平，黄和平今日无来，黄和平。黄和平，这个歌奖叫好，婚礼前2天。个声。伊的吼，这个拍破声画好啦。婚礼前2天，伊前女朋友金蕉，什么意思？伊是甲金蕉斗阵了。应该有意思，我甲祷告有意思。好，我来，你来哈。我来，好，这边啊，这边哈。这边啊。好，这边咧。哇，一者，一直，安尼观众都是评审嘛吼。对，马上来进行头一回合的比赛。大家好，我今日咧要来讲一个囡仔故。是要讲什么咧？一个卖番仔花的查某囡仔的故事。是一个真出名的童话的故事吼。伊互因爸爸赶出去，伫
伫咧顶礼拜是暗时9:15分20秒的时间唔免遮尔详细。然后咧，伊就行去台湾大学的学校内底，对，是安怎伊会伫台湾？这毋是外国的故事。咱咧在地化。哦，好，在地化。然后咧，因为伊感觉收领啊，伊就摕出一支烟火机，然后咧，伊为即个画面内底看到一个无穿衫、无穿裤咧乌白走的，无穿衫无穿裤，搁咧我白走。阿公，迄阿公咧面挂一个白色的目镜，搁细细角角的。对，即个形容，就是顺哥啦！是安怎顺个无穿衫无穿裤咧我白走啦？这个查囡仔就因为看到这个画面，死死昏昏去啊！惊死！这什么故事？这完全无适合互囡仔听吧？多谢大家。伊上后尾就是讲死死混混去啦，看到这个画面安尼啦。好，即马搁接落去吼。好，来不诋毁来拍只婆啊！大家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吼。顶礼拜是天公生啦吼，所以我就走去迄个台湾大学的校园内底，迄校园内底有一个湖，足水的，或者水外湖啦。我就想去遐放迄个仙女棒啊，就迄烟火机啦。我咧放的时阵咱会看到迄湖顶有一只鹅，迄只鹅一直掠一块细细角角的棒啊啦。我想奇怪，啥人鹅要掠棒啊咧？佮一看，哎呦，迄细角的棒啊，唔是棒啊啦，是顺哥的面啦。哎呦，干咩死囡仔体，干咩叫做有氧啦，干咩游。迄只鹅迄只鹅都误会啦，因为伊汤会光光，你知道？伊咧游的时阵迄只鹅就是看到。一只鹅就一直撩，结果顺哥一直想，想到暗河边顺哥走起来啊，你知无？迄鹅就一直甲掠，你知？顺哥就惊吓，行我头前的时候，看到我咧耍那个仙女棒啦，烟火机，顺哥讲，哎呦！就抢两支去啊！迄只鹅看毋是细，你知？想讲安尼袂使，迄只鹅佮走转去，佮叫两只鹅来啦，佮两只啦，鹅拢来啦！顺哥一直走，这就俗语讲的，以鹅传鹅，以下传下啦。他拄这段，所有人一人一票吼，感觉呢，这个金鳌辉这组。是胜利者，请举手。一票、两票、三票、四票、五票、5、6、7、8票拍只破咧。哎呀，嘛袂歹啦，会使啦。希望因7票就好啊，我就赢。后来不诋毁，请举手。拍破了，直接拍破啊！来，第一个故事优胜队集合队。感恩。好来，第二个题目。张秀卿大美女，卖茶米卵，18当前，车站，这个叫做辣妹庄。来，双请就位。来，抱我声甲吹者。大家好，我是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一个囡仔故，就是一个卖茶米卵的查某囡仔的故事。有一个查某囡仔，因生做足古锥的，叫做秀卿啊。伊18年前的时阵，都已经50岁啊。68。对，这个古早18年前的时阵呢，伊伫咧车站的附近，伫咧卖茶米卵。伊就咧话讲，想买我的卵，用上老的老茶煮好的茶米卵，想买无？拢无人要甲插。伊就感觉足伤心的，伊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拄开始的时阵，伊就唱讲：火车已经到车站，想买我的茶米蛋。就要押韵，不过嘛是无人要插，伊就是讲好啦，无带去，我归起来穿一个辣妹装。就卖1粒送2粒，
哦，伊就甲伊的棍架头甲捞出来，金卡头啦，棍架头捞出来，有50斤，啊，搁有伊的腰带肉嘛捞出来，伊就咧卖迄个又来吧，腰来吧嘛捞出来，伫咧卖迄个卵，哪卖哪像辣妹驾到，所以咧，足侪人拢起来，甲伊讲，也是去唱歌好啊，莫伫咧遐卖茶米卵啊，所以这就是咱秀琴啊出道做歌册故事，感谢大家。哦，猫皮头有咧卖茶米卵哦。哦，我有够感动的呢，我险险跑出来，险你是听无分数。对，好，袂歹啦。感谢生生来拍拍啊！哎，加油加油！哎，加油哦！好，请开始。我身骑白马啊，来到这个所在，迄当阵就是甲我的秀卿伫遮分别。18年前，这也是一个我骑马的所在，即马想袂到，已经是车站咯。哎呀，时代哪会变了遮紧呢？啊，遐有一位小娘囝，我来甲问看卖。啊，这位小娘囝请了，啊，歌车请了。啊，唔知你敢有捌一个叫做秀卿的查某？啊，秀卿是吗？你敢讲是咧车站遐咧唱歌迄个？嘿，无唔对，就是唱歌迄个。啊，我来念歌咯。啊，唔是杨秀卿，歹势，是梁秀卿。国宝。你若是讲张秀卿，我就知啦。张秀卿就是咧，伫遐有无穿一个乌鸟迄人无，肩胛头嘛落甲安尼，迄啦，迄就是张秀卿因的经纪人啦。哦，这位小娘囝，你敢是张秀卿的经纪人？我想要找张秀卿，我的爱妻啊！张秀卿，因为你放肆28年，伊无要甲你联络，啥物咧？敢讲拄则迄个小娘囝？无唔对，拄则迄个小娘囝，你甲问看卖，伊敢是张秀卿？好，我过来再问小娘囝。啊，歌车你又来咯？是毋是我的经纪人甲你讲，我才是真正迄个火车已经拢车站？啊，小娘囝，想不到18冬以来，你就伫遮卖茶米卵，实在是真可怜。来啦，我来甲你带转去找咱的杨秀卿老师啦。哎，不是哦，我不是。我知影。啊，要落场位即在落啊。对。我确定一个，迄个结束了吗？哎，对。好，我来头前。拜拜。这个时阵，大头啊队长已经无信心咯。哎，这个有病吼。来，咱各自筹一啦，不要紧。我咧筹一个，大家拢已经真拍拼，因为这临时选出来。这边这个秀卿队，生讲了真好，请举手。耶！哎呦，真济人，袂歹哦。真2、3、4、5、6、5、5、6、5、7、5、8、5、9、61票。哇！无想到一段呢，非常的呢，足平凡的故事。大家就有爱心咩？精彩好吧？你讲到60几票，感觉呢，伊大头对动物讲了真好，请举手。嘛是袂少票啊，当时有倒2票徛起来。真2、3、4、5、6、7、8、19、20、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票。旗鼓相当，我感觉这个票数非常的水啦。是，虽然讲哦，是生这边哦得名。但我感觉动力准备了袂歹，迄个战术有够，感觉这个卡本敲了袂歹，竟然甲一个杨秀卿，国宝级杨秀卿啊，当时甲张秀卿摕出来比，安尼张秀卿就差得济啊！掌声鼓励！哎，1票对1票哦，白手哦，目前哎，白水1比1吼，来第3个题目，来一齐拍一个泡仔来，
大家好，我是玉姐。嘿，有一天暗时的时阵啊，我摕到一支金蕉，啊，行伫路顶。我想来想去，我准备要结婚啊。过门口要结婚，我就讲去看阮。先生，迄结婚哦，警察来抓去。过婚迄是骗婚呐，结婚，嘿，我就去阮前女朋友兜看者。我想讲啊，我啥物拢无炸，干那炸一支金蕉，真诶金蕉。伊问我讲这是啥物意思？我讲这就是祝你幸福。伊就甲我讲，我即摆有查甫朋友要甲你介绍一个。我想讲，好啊，无介绍一个。结果伊查某朋友就甲我讲，你好，抱啊声兼叫声，掌声加尖叫啦，嘿啊！抱啊声甲吹了，抱啊声甲吹了，因为我是黄和平，无啥想啦吼。你家己也知啊？伊就甲我问讲，为虾米要送伊金蕉？我讲，因为咱两个无 future，至少有 fruit。应该嘛是会使啊。有未来啦，但是无水果。啊，有无未来，但是有水果啦。我想讲啊，无这金蕉会当创啥？金蕉若是我食的吼，你个婚礼我甲伊放伫涂骹，伊若跋倒，我就会当做新郎啊。好，我今仔讲到这。来，德明。大家好，我是德明哦。因为大家拢知影讲黄和平老师是顶一季的评审，所以讲这届有机会来到高雄来主持节目时阵，我就要讲老师，你够用来高雄互阮请。结果时间是暗时啊，拄好讲顶一季咱见面时阵已经是婚礼前2天啊。想讲找无所在，不就约讲，无伫迄个某米人咱共同朋友的前女朋友因兜头前门口的小小见面安尼。我煞就甲你烦恼啊，找无物件要甲请，又讲若是要带伊去屏东的东港食蚵仔汤，是讲走去讲煮瓜的蚵仔寮食海产，是讲来阮家底下食，人拢收大，无位通食。后来我想讲，我今仔透早走去岐山，伊就特产是金蕉，我就甲伊讲。我今日要感谢老师的这个过去甲我教的这个温情，无咱今日莫啉烧酒，咱食金蕉好啊。老师，请，感谢大家，我故事讲到这。是袂歹啊。好来，两位站出来，到底是金蕉继续骨倒新郎，还是敬金蕉较好听？来，一齐请举手。哎呦！我都无遐好笑哦，7、2、8、4、5、6、7、8、20、21、22、24票，哎呦，是袂歹啦。但是德明头拄啊呢，从咱的这个高雄哦，古乐区真重要的重点，讲我真清楚。德明咧，请举手，哎呦，这个免阁算啊，嘿，恭喜咱志豪队。哎。这无简单，所以今仔日老师要互我教台语，一定爱教，因为他做这所在，不是干那你。对，你嘛讲袂掉哈。观众大家嘴拢闭十几哦。讲对道理，老师，咱叫重点来讲。好，因为第一队有人讲台湾大学，搁台湾大学。咱要安怎分？因为你若准讲是迄间学校，伊是一个词，咱第二字的元爱变调，叫做台湾大学。你若无变调，会变做台湾所有的大学拢会使。哦。个第二队哦，第二队因为足侪人拢讲毋对，但咱华语的经纪人。经纪人。是。唔是安尼讲。经济是经济，毋过还是无共字。咱迄个记就是一世纪。所以转第二条爱转第一条，经纪人，对，经纪人所以拜托大家讲一解。经纪人，好赞哦！好，过来第3队有一个所在，金蕉这个用词，咱若准讲为树仔顶安尼是一茎，迄个金蕉的茎，有茎安尼吼。一规个一大鼻叫一茎嘛。对，足侪鼻的。敢若买厝安尼买一茎安尼啊？毋是，是规厝茎。哦。伊迄是一茎，就哪像迄牛茎安尼吼。牛茎。好，然后安尼是一茎嘛。一茎第2个单位就是一鼻，就哪手安尼，有大鼻、细鼻，拢会当算吼。最后因就是干那一
你有自己哦，真诶，真诶拢会使。啊，迄字咱的汉字写做孩子的字，迄字。哦，安尼，所以这量词拢是真好算。是，安尼个学问呢，一个增加咯。安尼我的台语教了哦。来拍下头啊，老师谢谢。好，多谢。今仔日的这个编故事，优胜的队伍集合队，来，大家抱我声，唔好登去啊！我们皮哦，新美害，厉害！安尼好，今日节目到这告一个段落吼，下回继续收看咱 Talk 秀台语。